的挑战者，有信心吗？有！哇，真的太厉害了，很多嘅会皮嘅皮，人家老公很有认识的呀。係幾時都講過，也係。被騙到的啦。被騙到哎。對啊。哦，他是詐騙集團哦。你這樣也懂真的哎。對啊。那永遠聲言他會。李明服務也吃得到嗎？可以。當然你有分都兩個利息咯。這個是從鹽酥雞店偷來的。不是家庭用的。有安泰館哦。睇下安泰的。這係龍膽石斑。哇！要怕利用錢的女哦喲。啊，龍膽石斑接受你叫它臭臭魚嗎？合在一起是美味。哦。啲梅亞蒸魚蠻問題嗎？我可能會試過按摩就按。然後有時補習動藥一點酥炸藕排漢堡。這 hamburger 係嗎？哇，連灰熊都帶得來呢。我們的主題連藥都在走哪一天啊？毛病啊！我覺得要搶酥一下。搶酥哈，越搶越酥哦。對對對，搶酥。不行，我要搶你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百強。今日呢來到nhà嘅主場啦，國門之都，突然幸福啦！嚟到大家講吼，打敗來到幸福嘅需求，那個來賓都很厲害呢。哦，真的哦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我不想要知道你的答案。那我就直接告訴你好了。接下來我來強向啦。哦。演員又想通啦。唔過我覺得幸福。因為轉動家呢。馬上轉掉了。幸福呢導演呢，真有沒有老太講講一下，為什麼很多幸福呢？哎呦。因為叫做幸福的關係，就是因為那個時候范江這個大家族都要到畢業，戲也當到會幸福哎。哎呦，不是很多幸福，而且一聽新屋就知道是客家莊，因為閩南語叫做新厝，只有客家話很多幸福。對，所以這就是客家莊。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顏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希，大家好。阿鳳哥你好。大家嚟分享到係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阿邊個你好。我馬上嚟分享到今日風吹嘅挑戰者係兩姊妹嘅，分享到嘅係水球子劉明玉姐，分享。來分享。哇！大家好，安子姐。很有信心哦。好，稍稍嚟看一下咱出嚟一片係來自幸福嘅表姊妹，又記得按到李建鳳然後羅小妹。分享。哇！你一個跳那麼嘅什麼？比我還排挑嘞，而且啊，也發現到參賽者真人都當用心。你看，風吹做風色，藍水藍色，冇錯。想問一下風吹兩位姐姐哦，幸福嘅導演啊，睇起來都提供啊，也導演有百會嘛吼，會山東島好食咧，該有乜該其他推薦老太家講？我到呢啦吼。有間用愛海螺館有冇？用愛魚館嗰度呢？哦，該動心誒。係，那是2年當做會，什麼嘢都開始做，當開放的啦吼。所以那個地方留下吼，就是介紹館啦，還有那個美食館。第二的話是觀景台，哦，都是看到東山來會吼，東家嘅夕陽，所以有個新景點吼，睇幾個多的去。哦，那擺落嚟啲啊，海螺館哈。哦，我幸福除了介紹講嘅這個海螺館動心之外哦，還有一家手才有推薦大家去嘅哈。活力農場哦，我們活力農場有那個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，還有喜愛意。唐講改編還做得欣賞哦，非常多嘅，譬如講昆蟲啊、蛇蟲做的。到底嘅幸福也特別經營咗看得到客家木匠嘅樣貌，特別係客家老會嘅關係哦，覺得到幸福也特別親完整嘅體驗咯。唔過呢，馬上就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緊張嘅時間唔會到位，因為呢兩組都拿的殺手等級的秘密武器啊！而且呢，厲害是我看過去，兩組都係一細條嘅醬料。係呢，這個是關鍵勝負的決定。係啊，梅水。係，搶高一下風吹帶來兩個。梅子純辣醬。哎呦，梅子純辣醬，唔係人做嘅，來做誒。用兩個梅子純辣醬帶來乜料理咧？
芹菜煎饼。芹菜煎饼，我饼要给咱做位种落去。都是按酸牛的，今后生意赚来哈，一下子做好必胜。按用可以来饭呢，我觉得他们已经动有信心诶。系啊。想要养家来抢台家的吃困难，那就我们看到风水挑战者有信心吗？有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很多嘅会批改变。虽然看出来风水改变係一樣動厲害哦，不過咱水兩片咪唔會受用哦。那看你不會這樣啊，動厲害係嘛解？秘製蠔油。啊，做嘛解？你算係你自己嘅特質啊，啲配圖要加嘛係嘛？加點夠量。哎呦，食你會醉哦。會啊。有冇有那裡吼秘製蠔油做嘅菜哦？該菜名按到嘛解？九香客家小炒。哇，很厲害哈！等一下比賽有信心嗎？耶！看，兩句啊，hand到安台上嚟。好，睇住架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走咯！哇，今日兩組的菜色呢，都很中我的下懷，特別是那個什麼酒香的哈，酒香嘅客家炒肉。一般來講吼，客家炒肉嘅米酒偏香甜甜，一邊都主角呢，要記得哦，酒香擺在最前面。當我們評斷叫重點就是酒要夠重。啊，改片做係嘛解？好，來看一下。一煎餅所以該風水條會多多焦焦嘛，哈。啊，加熟。啊，成日啊，看先冇去成日搶水去冇買衛生。冇用啊，這應該不行嘅吼，全部凍好食圈菜係嘛？圈菜凍好啊。不用。自家就種嗎？有哦。你一天有幾個小時？啊，這種下去，它自己就澆水，那個施肥就可以等着收成了。哇！這個架上啊。我去凍做開心農場種啊。因為凍行因全部有天有嘛，可是那種哈還安全冇弄軟，紹興長一棒哎，紹興啊！你不要跟我說跟蓋倫美自家學出來嘅。那你自家種，那是人家送的，但是我們那裡面有沒有？他們就是自己養的。哦，啊，今日用嘅煎餅哈，因為那個煎餅的粉也很重要。對。你們今天準備看去兩碗係嘛嘅粉啊？日本係該酥炸粉，日本係麵粉，啊用因去餅為含軟。哦，比較味道比較好。比例呢？比例就大概啊，我們沒有什麼比例啊。大概。因為你們一定很好奇，為什麼水 Q 記沒有做事，對不對？因為他在進行里民服務啊。哦。他是一個里民服務。那我們先過去好不好？還誰啊？還做助手的呢？哇！來！我先來。等，先開婆婆。那邊不是開了嗎？你不要煸嗎？我捅一下，殺一下。先捅過。哎呦，做得嗎？可以啊，可是好可惜哦。不是，這樣才不會出油。哦，出油才會出油啦。可是不是油比較好嗎？不是，會搶油啊。客家炒用係700塊個錢，用3倍係因為啊，幸福安陽州嗎？我哋因為安陽縣哈，佢唔會炒出來哈，當到油啊。那我先問個問題好了，你頭擺就做過客家炒用嗎？有啊，我不較頭上做啊。哎呦，所以全部係安陽做。對，我就安陽做。這是他們家的味道。你就學過5倍賣嘅客家炒用嗎？有，讓我頭擺我沒有經驗，我沒有經驗啊。你沒有經驗？加過來呀？你沒有經驗，認清，你們認清。我公過年。你公過年呐？公過年係用做嘅嗎？係。哦。其實未做得，其實本來嚟講，係山正殺熟嘅，山正應該炒。對，其實未強咯。人老人老公係有人認識的呀？我老公啊，係幾時都公幹，也係。啊，被騙到嘅啦。被騙到嘅。對啦。哦，他是詐騙集團哦。你係用快閃的騙？我用花言巧語啊。哦，那時候他講了什麼？你剛才講你嘛？他說我很可愛啦。哇，真的耶！所以該下師傅就講話殺過未冇繞筋啦。只主要咪係闢個係啊。那我們這邊的手工藝也來訪問一下，一定係自己剪出來嘅。你啊，那個剪好，讓到剪，剪到冇軟啦。咱煮到好，唔會啊軟啦。嗯，那我想問哦，等一下剪嘅東西係剪水啊，係剪酒咧？剪米酒。哈，唔係剪高粱酒哦。唔係啊。煙但係哪片煙啊？富橋煙。哦，富橋加到幸福。係。哦，就係富圈天天呢。係啊，咁圈。哦，那個時候又不給老公騙嗎？有啊，不是會騙咯咩？哇，人家的全部就按後騙，看起來我有那麼難騙嗎？好，你有聽到場外聲音嗎？賭好就好哦。好，等下都出來哦，哈。好。哎呦，水汁餅哦。哎，
像食焖热虾吼，遐煎饼啊，做乜个会加火腿啊？哦，声音安去好一声，这是专门为孙女设计的。哇！但是像焖热虾呢种，等下系一片放个火腿片翻回来，也系用两片夹起来。我拿煎来地图啊，就切小片就卷在里面就好了。卷在里面哦。对，不要用到。哦，我看到该叉子的，叫用叉。哎，好。总人还没有。阿姐，你係咪係睇白某種呢種嘅時節去走過早餐店嘅阿姨啊？摸完了也自學自創。哇，你真的很斜槓呢，真的很厲害，而且好香哦，你知道冇？係啊，因為家下嘅要加卵啊，那個蛋香味就出來咧。啊，有調味嗎？一點鹽，多一點五香粉。好，干差唔多嘅吼。係，一講一款咱推。好。你这种要懂针对喂？对啊，那永远生饮它会。李宁服务也吃得到吗？可以。这样你要不都两给礼仪喽？这个是从盐酥鸡店偷来的，不是家里用的。有安台馆哦。因為家下嘅要加卵啊，那個蛋香味就出來咧。啊，有調味嗎？一點鹽，多一點五香粉。好，干差唔多嘅吼。係，一講一款咱推。好。哎呦，係水水嘅蝦加葱樣嘅。沒錯。哦，家下就講到用翕嘅。用翕嘅。真的唔識看過呢。對。我主持吼一家就3年以來提一擺看到，係要痛水嘅，痛頭嘅。哦，要看種補空樣。那你也不給炒燥了嗎？燜一下。好，炒一下，哎呦，不要太干，木桶糟啊。哦。嘿。跟你講鐵子薑，係等下不用去叫它攪。等它起鍋的時候再倒點下去提味。起鍋讓對，佢地位都係唔係該攪。不是，那個是醬油，一定要醬油跟米酒啊。哦。嘿。哇，好香哦！啊，我記得，因為佢唔係用白嘅，所以要先烚過吼，才不會有那個。對，油啊，係，所以等下煮起了，唔好講一層油啊，比較清澈啊，係唔可以層油啦。這個是從鹽酥雞店偷來的，家裡用的，用安台館哦。我看愛用啊，三川愛用啊。哦，有冇看喺做乜嘅條路啊？冇啊，你老人家那有啲話，我冇看識得會記嘅，這樣天天。可以來安喺度上誒。你就小蓋兒啊？我66歲了呀。是啊。啊，孫紅嘅阿姐咧？小妹阿姐，你哋下就做埋條路嗎？哎呀，家庭主婦，種六菜。哇！哎呀，看你一葱啊，就葱7家種啊。所以你一比賽對你來講吼，應該係動簡單嘅事情啦吼。哦，所以家下故意玩個米酒上用漂出來哦。太讚了！家就我們有講到這道的重點，就是講不會追毛，而且你們唔會追啊！如果我也追的話。唔可以追頭給他，因為佢照亮東河。係啊，佢全部都係酒係啊，係要加水，你睇陣解完啦，浸加油米酒，全部都米酒，對，米酒去浸。好，剛剛用等下個蟲誒，不要用倒落去。還有那個醬，我們的秘製好倒下去，係掉的時候咧。對，要起鍋，當然倒落去點嘅意思啊。好，如果佢輸掉，長得起一擺梅頭哦。好，你過來風吹下吼。哦，哇，凍腸我會買誒。你這種要懂針對誒？對啊，那永遠生飲它會。李寧服務也吃得到嗎？可以。這樣你要不都兩個禮儀咯？冇啊，可以買枸杞嗎？手袋。哦，好。手袋擺盤啊。手袋擺盤嘛。那你先來倒數哦。好，倒數咯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會吃色困難，鐵管地度，內部卡料理卡針對哦。鐵管地度呢，睇自家都拿出自家嘅秘密武器哦，馬上就會吃色困難風吹嘅料理。該算了，非常開皮咧。它煎餅哦很厚實，而且呢，因為佢調一個粉呢啊，我所講又該有一些酥酥香香誒。它就該皮哦，唔但像是就跟麵粉嘅味些，它就非常重嘅嗰種軟香味。你有自己吃到樣板，有滿意嗎？差強人意啊。樣板講呢？我哋係要緊裝好做無按後生。唔會啊，行喺當後生啊。冇下做行下後生。行下後生冇，能白啲啦。能白啲人嘅特別分享。冇問題。
水饺自然知道咧。啊，习惯的啦，佮大摆从啊做啊吼，那少粒摆做无不卡好食，伊即个做的咸啊好食。不卡做咸好食，我咸的清好食的，不会做对啦。你已經講，因為不卡挺好食咧，唔過阿娘唔怕，因為吼阿娘空到會本人家淡啊。咱最了片的阿姐吼，谈看一下记得的想法，你觉得他们做的牛拌？赞啊！1分，100分。100分，韩国的分数哦，牛拌会分记得韩国的分数。好吃啊！好吃。再讲你问下小妹阿姐，你是都记得做牛拌的？你做的啊，真好食。真好食。100分。啊，牛拌也100分。俩个爱顺50度吼，帮我赞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小朋友看到两套菜吼，就算就唔敢食个抢菜哦，全部是落去咧。不过两下是睇小朋友好食嘅点心之后，两下完是太硬不是要喝高粱酒了哈。一点点啊，大家攞食看，記得準備下客家炒肉咯。我知道就相當靚誒。因為牡丹腸是有米酒嘛，還有高粱酒。個酒嘅層次啊非常好。唔過而且較少食段肉，是食嘅一個客家炒肉，可是米頭沒當沾的，我覺得跟它調嘅醬料係有相關的。係啊，當鐵皮嘅甜飲嘛，我假使整緊要盤吼，你要將那個湯汁就做得攪盤咧。米牛筋吃到牛板。今後生，你們唔要煮哦，要吃到今後生。水饺筋知道咧？那四到2種吼，當炒盤啦，本來做的是半碗盤，做的是2碗盤度啊。哇，改片嘅阿姐咪想去崩盤咧，金鳳阿姐，你自家就嚟補充一下。我講正經嘅，我孫啊，我孫啊，去做的是阿婆外婆誒，炒的小炒，跟去哪邊吃都是不一樣。啊小妹阿姐咧，你除咗自家做牛板？等下現場做嘅時候，冇都不下好食哦。嚇！你要緊張啊嘛？會麼？係啊，不緊張如果啊。你哋係會緊張？會哦。俺家本幾多100分，因為本自家幾多分？我自家。係啊。我講50分唔知就冇。所以你看俺欠皮啊，不過吼，自家嘅每時就係注意好解，因為記得吼就係跳須做本筍啊、筍魚啊學啦，他們就愛吃這種味道。等一下師傅牛慢都可以聽咧，教本師傅哦。冇唔錯，等下就請師傅來為大家評分哦。好，今早嘅時間馬上就到位，先請阿牛鳳師傅搶本分數。哇，咱最得到2分。哇！好，大家來看一下阿炳哥搶本分數。哇！搶手哦。阿牛鳳師傅搶公平。好，咱某本紅隊啊，其實我想法佢個昆菜啊係主角，其實你嘅昆菜唔是同個，直接切到油油啊。該餅又要整到下撲掉，佢嘅青菜味是不是走出來咧？是正差不多安樣嘅。我這道料理動特別，沒動有創意。好，是正差不多安樣。好，我冇本藍隊，其實我想法，我想講吼，客家炒肉喲，安樣炒味怪怪哦，吼。我挑戰有時到個酒嘅甜味又走出來，啊個肉嘅味道，然後豆腐乾味道都煮到個湯汁裡面，哦，當好，是冇？阿炳哥，你有冇冇同樣嘅想法嗎？應該我係講做個要兩道哦，對兩道係做咧梅子嘅辣醬，其實當百搭，把春凍到，後生講兩道做個炒牛味，應該你冇看過，放出來咪一貼片，但是講香味應該做得講。因為講到挑錢然後做啲來很好多香味，很好香講，衝拍可能生意別個，要別個你陣加個牛啊個下嘢時節，喺梅頭可能會很好香，冇時加掉嗰個哈比啊，又係先別香嘅時咧，貴下整體會很好香，很好好啦，誒。好，我下用起翻呢兩個師傅呢都已經編出來嘅嗬，睇時間呢做來做參考指教一下。唔過呢，稍後來看一下齊師傅帶來乜嘅料理，我嚟撈大家分享咯。夾夾出大菜。作為齊師傅來表現時間，而且呢，佢基本你讓我看到一個材料啊，厲害嘅嗬。先來看一下菜名係乜嘅？麻辣臭臭魚。麻辣臭臭魚。麻辣臭臭魚，臭色臭豆腐。臭豆腐，我而家已經皮到米頭誒。今日安排的。你係龍蛋石斑。哇！要拍2天的遠哦喲。啊，龍蛋石斑，接受你叫它臭臭魚嗎？合在一起是美味，不是臭。哇！它就買食材咧。你菜脯，你乾辣椒。啊，你係番茄糊，啊，你係我自家做嘅椒麻醬，啊，你係彩椒配顏色，哦，你nep瓜，啊，你係藤椒，
我做的时阵没有加了，像加花椒、老藤椒，藤椒其实都还有香味，哦，是了藤椒，要新鲜的哦。那看起来冻抢花椒哎，你做的试看啊？哦，没有，你不要害我，我是有吃过麻辣锅的哦。他是有吃的胃药。哦，他就炸粉末小盖豆。也系地瓜粉，我等下了，我切好的时间又要卤一点调油、米酒、卤哦，抓地瓜粉落去泡，哇，泡好人个倒过来。好 ，OK， 稍微开始。哇，大家基本嘅都要幸福嘅。那大白鱼串烫吼，看到那个菜单档本又写个龙胆石斑哦，只敢看不敢点。为什么你要切上抖音啊？因为根本让它看起来的样子可以看到彩椒，不要切到油油安用音啊。其实在炫耀刀工啊。我会安用哈。你还有藤椒油，藤椒油，藤椒油也蛮改句喎。就是俩油啊，去边个油，藤椒油，你做喺皮款嘛？藤椒油，藤椒油。哦，我俩片菜不胜炒啦，因为菜不要我胜炒不香，唔，其实麻唔会辣。辣椒一样香哦。那个藤椒油在家里要怎么弄啊？冷油下去，然后去煸起来时变到安样色。哎呦，这个色系绿色的，冇空的色咯，哦，然后放龙胆石斑。哇，太好了吧！那个横切面不抬个烤一下，该花纹好漂亮哦。天哪，这是厚切鱼排嘞，太厉害了！要给台湾的龙胆石斑哦，最厉害觉得台湾的屏东，而且呢，还世界各国都有名的哦。这是屏东来的吗？哎，你看那屏东喷。哇，我闻到那个藤椒油跟香味耶，很香哎。所以俩头菜做麻辣的哈，麻辣的，像我这底个是个川菜水煮鱼啊，我那可以改良。哦，水煮鱼超赞，那为什么要放臭豆腐呢？你等下试看，当我试。好。卢师傅，你都负责好咧。哦。我唔想喺落去弄快艇。哦哟。这门阿真有问题吗？我看到个师傅按不住我。然后有些主题动要嘞，猪炸藕排汉堡。这 hamburger 係嘛？哇，連龜熊都帶得來呢！哇，我聞到那個藤椒油嘅香味耶，很香哎。所以兩頭菜做麻辣的哈，麻辣的，像我這個是個川菜水煮魚啊，我那可以改良。哦，水煮魚超讚，那為什麼要放臭豆腐呢？你等下試看，當我試。好。盧師傅，你都負責好咧。我唔想喺落去弄快艇。哦哟。你講你要用個水煮魚強用哦。但這種水煮魚佢一般用嘅係咪係龍膽石斑係嗎？鱸魚啊。哦。台灣鯛啊。你好誒。哦，你不啱。就大家買得起。調油哪好，我調油一點。哦。哦。什麼叫加調油？就等它本該有顏色。我見原本嘅甜味唔會添過去哦。不過這個藤椒油哦，我真嘅睇到。這要去哪買啊？你阿係啊？這個表。這個去哪裡買？你講藤椒。凍燒啦，你要緊緊凍燒，而且是新鮮的，沒造的哦。對啊，你去哪買誒？透過關係是賣油嘅。哦。他一直不想講，你一直問呢。大家有問題冇？行去看到已經。昂鐵咧，看到昂鐵。大家平常時煮菜嘅時節咯，會加個藤椒嗎？多少嘞？其實白糖多啊，其實白糖多。是就加胡椒嘛哈。你只能賣哦。不要炒。也係番茄糊哈，番茄糊是要增加佢嘅顏色。茄紅素。厲害哦。睇感覺有藤椒油很多一點。哦，還會加一點藤椒油。幾好。假使你要用一擺花椒油做得嗎？你做得。好香哦！你干辣椒，我哋下邊下去哦。哦喲！你干辣椒炒嘅時間又要落去邊邊啊。做唔得重大火，叫佢變腐體。哦，腐體是會腐體嘛，哈。係，好，你啊水落去倒下去。加水哦。係。哦，水煮。哦。那要放一般，係咪不用剁椒之類的？剁椒係剁椒魚頭經含冇強咗，啱啱點樣做嘅椒麻。哦，一般咪唔係加水吧，而且加湯係嗎？
鱼汤就是那种鱼高汤啊。没做得啦。哦，俺看俺俩豆腐先下去，像了煮个臭豆腐油啊，会补下排掉。就像麻辣臭臭锅的。本季嘅毛细孔做咧，打开落，竟然冇做下去。哦。哦啊。哇。咁下，哦。哇。那臭豆腐呀，你贴起那特别咸的系冇？深坑系冇？冇苗栗头份该有见，卖该臭豆腐最有名嘅。哦，啊俩哦，俩咪自家做嘅吼。俩俩油啊，你看俺先泡下。哦，那个泡下过下油几下，出来一条细节油啊，几个个颜色还没变态。哦。那豆腐卡美就提到煮过个臭豆腐诶。但是我想问个问题，就係講，應該係個毛細孔會打開咧，差唔多會幾陣會打開咯。水滾嘅時陣，因為幾個豆腐油叫佢膨脹，幾個煮到燒時叫佢膨脹，膨脹幾個毛細孔就會打開咯。咁你注意下。哦。哇。好，我先拿料出來。哎，哇！水煮鱼也嘛，这是什么？还鐵達尼號嗎？鐵達尼要鐵川哈，像一般人要煮嘅，其實還有不用買嘅東西啊，小魚乾。哦，小魚乾增加嘅蝦嘅香氣。來，不去傾下，不去翕一下。好，師母呀，真有問問題嗎？我看到個師傅按不住來，然後有些激動要嘞，點麼？有便當，先吃2個便當嘍。沒有。所以代表講，呢煮嘅真經好選。係啊。好，那看你行看，有啊。哇！風魚咧，第三個風魚試一下。誒，臭豆腐係緊煮緊睇呢。拎上去。你確定夠大？夠，可以啊。我幫你煮一下。表唔到像丟啊。丟下，丟鹹菜哈，丟鹹菜。他趕緊煮掉啊！因為了包個問題有下色吼，所以了本來是熟的，我是變下色。哦，沒做得。好，差唔多了，我剩掉去咯。哇，準備要起航了，各位。準備起航咯。哇，好棒哦！你看，你頭嘅麻辣湯哦，不但嘗試去辣椒甜，還有剛才講嘅藤椒，所以等一下是麻香辣。對，麻香辣哦。哇，可能起來是動聲音。其實傅，你就考慮過其他快餐串燙按到在海上撈嗎？他想過了，確定不要。嘿，確定不要。好，要裝飾一下。哦，點綴一下。這樣啲應該都係煮嘅嘛，個主題嘛，哈。哇！麻辣臭，安用就好食咯。都懂听哦，因为刚刚看到2出料理呢，真嘅嘿已经，我们现在已经懂其他耶，我就话不多说，大家讲了吃看呐，加有火锅啊，真嘅弄杯啊，就那个米头落去哦，只有香，而且不会辣到你讲我都唔掉呢。该控后吼，真紧的胃冲灌起呢，因为而家就加个那个番茄糊，所以唔会死辣。啊，冻好选。对，而且还有加个卤配管，卤配管就增加个小米和个 Q 感，大家一定要试做看看。冻好选，来转去要加2类粥。对，来大摆冻要雕龙虎斑啊，还有那个，阿妈都吃粥款。对，吃粥款呐，本太家吃的。水 Q 姐，你吃到嘞？哦，我吃到几多吼，唔会死鹹嘛吼，唔會死鹹吼，死落吼，用江米嘅，師傅做就冇同樣。係哦。你去當我未食過個麻辣鍋嗎？有啊。比較起來咧，當然差凍多。真經厲害吼！啊，小妹啊，這你知道咧？啊，是到該吼，凍嫩凍好雪，含個臭豆腐吼就按凍入味。一開始食到嘅水節咯，係辣辣嘅，一食到後這個舌頭後背吼，該麻嘅水節就出現咧。那嘴尾吞落去嘅水節咯，哦喲，這個唇齒留香，香辣麻全部有到咧。盧師傅，你知道咧？係，呢最就係講，啊你個有叫老黃哦，
火锅去หั่好袂全家的酱料，几下意思无咯，调了的酱料，调香啊、麻啊、辣啊，调到出几下村嘟细海哦，几下村少嫩起来的。我刚刚吃这要出豆腐呢，我本来自己是不太敢吃出豆腐的，那做做夹酥哎，我几滴都有觉得给拉米哦，盖掉它原本我怕那臭豆腐的味道，懂真的。师傅好食咯，迄个我们就一起敲碗，期待讲师傅能摆做的设计来卖啊吼。而且一毕业马上就有金行最杯米馆的挑战。八边料理网，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将係避面試，咪愛避創意哦，到底愛嘴真係正經嘅八邊料理網。一家之主，人哋誰來上菜了？耶！百寶箱都要倒閉，都大都要討厭要倒閉，還有乜嘅菜貼東西你忙用過嘅咧？好，等下莎莎打開來幫你看一下，啊，應該想看一下。你應該會適合你喜歡，因為你也幸福人嘛。不然他大口你就直接上身。哎，你還做在上學的東西哦。那你要表演嗎？活體生物。好。打開來幫你看一下，到底係乜嘅視聽食材咯？哇，蓮藕。蓮藕哦。哎呀。哦，哎，你不是要生吃嗎？哎，你還緊緊走在上學的。都對啦。但是這個外面好像遇到某誰藏梨呢？我胡椒粉啊。我們就用欣賞的部分吧，哈。我睇到都是想看一下，你們會用什麼料理來做蓮藕變法咧？你吃的咧？排骨湯啊。排骨，蓮藕排骨。誒，蓮藕排骨，因為你係天氣下冷，食到湯啊容易。啊，家姐盧師傅咧？伊都在那咧炒啊，是去切樣樣嘅，脆口度，像山藥啊，你都樣樣炒到菇類啊，你都凍好食。家師兄你咧？我覺得哈，我應該會做那種焗烤蓮藕。哎呦，中神咩串冰？對，而且焗烤我覺得蠻好。像我去咖 C 咖，我是非常討厭吃蓮藕的。就是但我也很用啱 C 方面做的事，可是那個東西經過焗烤之後，就增加起司的味道。上輩全副係起司。對，佢就懂好食咧。我對我來講吼，我對蓮藕冇買熟食啊，不過我咩最會做嘅就係冰糖蓮藕。哦，那也很好，那個也很好吃。果然果這個時間咪凍澎湃安用，到底兩組我就買個重新嘅想法咧。冇唔錯，馬上就拿一個蓮藕的金行最杯米館挑戰嘍。好，緊張時間馬上就到誒，到底哪一菜貼蓮藕最變出乜料理呢？風水帶來菜名係乜嘅？酥炸藕排漢堡。做 hamburger 係冇？哇，連配上都帶得來呢。又看到。要變起來，呢種嘅擺吼，真係我養嘅啊吼。好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！加油！看一下咱水裡片吼，對那個蓮藕做乜個重新嘅想法咧？今日我做嘅菜吼，個菜名按到蓮藕炸肉丸子。最滿意關了，等下咱就喺台上喊出來哦！有信心冇？耶！加油！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將開始。我哋開始做咯。哎，就看一下又係乜嘅？哎呦！蓮藕啊！哦，多油誒！多油啊夾，好厲害哦！怎麼個多油啊？那要放進去。你們等下做漢堡排嗎？對。哦。現場做肉排。對。很厲害耶！你邊做漢堡排就看不出來我們剛才講蓮藕的那種啦。嘿。很厲害哦！我會提醒一下，它會符合嗰個主題哦，蓮藕會下豆豆哦。凍豆其實沒關係，每一個都可以吃得到，因為你吃得到蓮藕口味，它這個已經有養誒，養上法。應該蓮藕有通過還冇通過？冇好。啊，冇通過會上嗎？給它煎啊，要炸，要炸。對啊。因為按用個想法凍好，凍到個繩哦，唔敢食個蓮藕。我覺得我馬上就敢食咧。因為要看唔到咧。對啊，而且真係腦力會耶。即係咖喱嘅蓮藕嘅感覺係從嗰啲。幼兒園當到做咧牛膻啊、漢堡排，上面表個荸薺。哦，會哦。對，不用馬薺咯。切啊用。再問一下哈，昨天老大家少解一下，你那個肉排啊，地板都是幹嘛解嗎？香粉哦，胡椒粉，點沾。謝謝。哦，蓮藕排耶，110度吧。那個粉呢，係麵粉係嗎？酥炸粉，沾一下，我要用炸。好厲害哦！哎，我用手下夾嗎？下潤啊，也有手套。
系啊，李总，迄咩之前开船堂啊？现在做的好玩而已。这样很厉害耶！哎呀，你个形式做到按专业的哦。对啊，我们的主题连药都在走哪一篇啊？你没表啊！我觉得要抢输一下，抢输哈，越抢越输哦。对对对，抢输。不行，我要抢你。干勇，哎，你大概了解这边的做法，我们先过去。来倒 V 哈。哇！哎呦，係嘛嘅？風水條，風水條，那個地圖係嘛？因為佢家下講我做肉圓呐，肉圓，但是肉排繞肉圓會凍上牆哦。有一點不一樣。一個解米湯冇重用啊。啊，上正門嘅下講吼，你都係肉圓吼，肉慢上出來嘅。你不看有頭上雜份聲音是啦。哦，係，又是因為小朋友喜歡啊。對，純嘅都好吃的哈。懂好吃嘛嘅？好吃那個炸丸子啊，蓮藕炸丸子，像那個章魚小丸子一樣。是它吃起來有點像那個章魚燒那種的。章魚燒很好吃哎。所以你今天是有帶美乃滋咯？有。哎呦，像小丸子跟安源恐龍嘛，還沒含有柴魚片。我沒有帶柴魚片，因為我帶那個那個什麼？哦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有跟刨冰的啦，刨冰做得表。哇，啊你啲袂讀啊？咁牛肉要加嘛嘅？食材撈大家講下。芹菜撈蔥啊，撈紅蘿蔔啊，牛啊，胡椒粉啊，五香粉啊。哦。那都不開有吃周公嗎？有，頭上做本身嘅事啦。好。所以烤油的兩片蓋的東西哦，差冇凍豆，所以比例很重要。可是我們有烤箱哦。哎，對呢，呢度等一下用破啊，那我們是怎樣？用炸。哎，我們的主題連藥都在做哪一片啊？你冇表？冇表啊？有啊。蓮藕咧？有啊，在這邊啊。凍麵麵啊。好了啊。凍麵麵啊？哦。不是蓮藕嗎？啊，頭媽頭冇㗎。我們都等他擺盤啦，擺盤呢？是不是想害你們隊友？你這樣講，先不你吼，咬原來，等一下吼就過來群呢度破。OK。哇哇！還沒破菜啊？這個是什麼？蓮藕嗎？對，蓮藕。啊？酥炸蓮藕片。所以漢堡有很多層的意思。啊，今日重新係切蓮藕片，要去爆個牛係嗎？對。這個是破喉的係嗎？你冇병肉，梗要병肉，你揾咗蓮藕去唔係？哦，了解了。蓮藕啦，你係條啊，該肉線啊，文啊一鋪的啦，係嘛？你係蛋酸絲就蓮藕田啊。蓮藕哈。像破菜啊用。係差唔多係咁樣啦。我的漢堡還沒烤哈。先漢堡要烤，漢堡要烤。等一下我再剪一下。哇，呀已經弄到暗呢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啊，這。要一次只有烤一個，預熱一下。哎，體積擺看到就攞一餅哦，現烤漢堡。不是，你去烤那個。哎，僅僅就從漢堡哦，用肉派，它就兩蒜係。鳳梨蝦腿哈。哎，左邊。那個是配菜啊。好，配菜。因為漢堡就要按凍豆簽啊。不是，問題是這一鍋誰來顧？那我顧吧。不要吧，好了啊，畢竟演也好就好嘞，好了吧？對的，應該。對啊，你這樣子對。我覺得要搶輸一下，搶輸哈，越搶越輸哦。對對對，搶輸。不行，我要搶人。對啊，沒有人要搶輸。哎，你看硬啊，聽說凍硬炒蛋用。佢嗰蓮藕切到凍盤啊，係嘛？哦，沒有，很細而已。可能係粉凍盤啊。係粉凍盤啊，安時差唔多咧啊。應該差不多。現在就組合。就是裡面臉要給上色梅州的啦。這個像什麼你知道嗎？黃金蛋。呢啲咪要變成呢鋪個菱角酥咁樣。哦，就種菱角酥。哎，有拍到冇？要有拍到那個金金黃黃的哦。哎呦，俺都給美乃滋哦。刮一刮，刮一刮，不是你要有拍到那個漂漂亮亮才好吃哦。嘿哦，哎，很重要，拍烤箱都帶來了。因為記得我先聞一下沙拉醬，長得那起拍係嗎？冇啦，佢拍是不拍的。烤好啦。哎呀，烤好咧是冇會拍的。你不要緊張啊，不要緊張，很多時間。來唱一首歌。哎，里長說不定很會唱。對哦。遊覽車上都你第一個先唱的呢。我到從頭到尾都沒有唱，我都拍手。拍手。
我在想吼，李总之后呢，你那个莲藕已经抖抖悠悠的，要搅一些美乃滋变成沙拉酱吗？哎呦，放在中间。人家省方没动。你叫我直接用那个就好了。结果他委婉拒绝你了。对。什么？要不要拿过来这边包？我的那个那边会不会太混乱了？对啊。什么混乱？这是多彩多姿啊！也係先不易做一下，我講下爛。好了。我不用打電話。那你了後做乜咁弄細渣啊？章魚燒唔係細渣嘅咩？所以你了破河是冰河，美乃滋煮的。錯。哦，所以記得咪就你係過熱罐啊？麵包粉啊，要裹那個麵包粉啊。好，乾用你就來倒數哦。好。 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呐！最本命一款用下蓮藕變化出來的料理，來煮較讚的哦。好，也該用蓮藕變化出來的料理，睇起來先對風吹做這個蓮藕漢堡哦，睇起來試試看呐！ 哇，懂好食哦！最主要就係講吼，個蓮藕對小朋友來講吼，本來係隻唔敢食嘅食材哦。不過按樣嘅變化之後，呢度係隻優點，本個肉排哦很好食，個口感下好。真的，你種用嘅上到位啊？雖然現擺裝個件冇食啦，是裝兩件只會做個蓮藕。哦，那就了咗試落吼，種了蓮藕嘅吼，有多層感，有多層啊吼。所以試落吼，試落。 香香脆脆又是啦。來問看一下咱水裡片嘅阿姐哦，對風水嘅想法咯。他感覺這個做呢個東西比較有較適應那樣做啊，我覺得做有創意啊。係啊，錯。呢種全部料理全部成日咪愛説。風水嘅想法哦，究竟動厲害，因為我完全看唔到個蓮藕係到哪，我大好似做咧學到蓮藕嘅斜圖，我了後來完全下咱水裡片嘅泡肉膻，一咬落去嘅時候，它會出一啲嘅水分，有那種爆漿啊，唔會調燥，凍好食了。而且啊，中醫啊蛋糕呢，還有一些的巧克力米豆啊蛋糕。 非常中和它的味道，啊，臭懂沾的，而且6個呢還可以解膩，這樣好吃，而且一口剛好是適口大小。然後所以而家啲都嗬，我知道係有個洋葱嘅當到層次嘅感覺啊，上尾做先尾，所以佢自然吃到咧。那只要嗬生意咩好食樣嘅啦，因為嗬唔會燙太厚，嗬也唔會乾多。 啊，啲唔會燙硬啊，燙硬又唔好食咧。對，要凍度好。度好啊。咱白梅做樣做，其實就同人家嘅差唔多。係，變一隻件啊。係啦，係。好。佢用啥個按咯，非常講哦。哦，啊，金鳳啊，這自家渠道自家做用品。黑矮這個是那種米口哈，還有鹹淡哈，都做得啦，都好，唔會燙鹹啊，唔會燙甜。是懂啊，現在嘅都做得啦。 非常滿意，可以啦，還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師傅營養班來決定了。冇錯，三下輪呢就本教本師傅來受理來評分嘍。好，緊張的時間馬上就到位，現在搶齊師傅搶本分數。冷水有第一分。好，再過來看一下阿邊個搶本分數。哇，冷水呢？謝謝。兩位小時小出來。謝謝。齊師傅搶高台。 其實啊，風推做到當吼食材一定像我上愛講，伊像個漢堡，伊咪做咧用個蓮藕的皮，蓮藕切到個泡泡個落去爆，全部落去泡，兩種東西結合起來就100分了。唔是正常的安尼咯。啊，俺每本兩片僅僅是蓮藕撈個比例均出來，攏調到嘟嘟泡，小丸子有泡到素素，吃到底個沒素嘅，吼，所以俺本兩片。阿邊個你嘅想法咧？ 即係咱掠到誒，伊本身一開始啱咪佢條叫緊要成隻會調色，結果電到佢加咧水分下也是這是咧是有肉質，就是掠到是可能就調好燥咧。口氣係講應該啲爆漢堡其實少一項東西，番茄醬。哦。番茄醬伊加到該亂到該好誒該要拍啲袂到吼，東岸就。 加一層番茄醬加去，冇食吃到漢堡味，吃到好燥去咧。係，啲菜落去加醬料，
卡也是很好的好。好，对对诶，大家了解到南北做用的了，更加做行较好些，唔过能看下普普通通的莲藕，啥做安用做变化，已经本太之间呢大吃一惊了。真紧张到，马上出来颁奖喽！耶！哦，经过今日也个两太悬嘅挑战过后，成绩已經出來嘅。藍水得到3分，鳳水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藍水。好，我看一下藍水呢一片吼，就得到3000條嘅加台機。耶！恭喜！謝謝。鳳水也個2分要當真到，唐工啊，送俾送出100過後，當到你上位呢。不鏽鋼雪藏道具組來，唔可以下哦。等等。開啲來當高級喎，那就寫法呢。真件呀嗬，喺當嘅蓮藕再當到當腰，哈哈，恭喜恭喜！好，稍後咧好好咧訪問一下咱水呢一片嘅阿姐嗬，建鳳阿姐啊，今日來參加比賽有咁啊感想嗎？感謝你客家電視台嗬，幫我哋機會來啲嗬，我提拔參加，當健爽。你啊很會嗎？唔會啦，當時都算上來㗎嚇，勇敢健爽嘅，你啊唔會嚟啦。啊，今年有得到嘛個收穫嗎？有啊，3000塊啊！這麼老實哦。係啊，3000塊啊！希望建鳳阿姐。謝謝。好，大家咧問一下小妹阿姐嗬，今年呢度呢個節目嗬有咩感想咧？當歡喜哦，提拔上你按樣節目，挑戰當金獎你下唔會咧，因為那都太獎嘅啦。小妹阿姐恭喜，恭喜！三號來參加一下民謠，李總，你拜參加新店面老太講講一下。什麼啊？你啊，客家電視台嗬一家之主嗬，來邀請我哋來上節目。雖然表現冇當好啦，不過係當難忘嘅回憶啊嗬。什麼大家？表現都當好，素養都唔係重點，可能家是個有冇個兩擔10班呢？好什麼？好食，好食啦，係啦，要轉去人邊來吃做看啊。係，真見到滿家嘅辣醬都係比咩係物嘅。最 Q 資料俾參加新店嘅老太茶講一下。來到了當歡喜啊嗬，因為嗬我有時到個當好食咧嘅臭臭魚嘛。臭臭魚係。係，然後冇本事咧完全冇空咯，當好食。恭喜！哦，神夢兩組嘅參賽者都觀音也特別睇起來發現到，喂，當場真件哦，話開客家人啊，後佢做出來真件帶定有海味，有行家海派，真件十分好食。哎呀，記得吼，這個準備嘅那個私房料理哦，真件當好食之外哦，大家咪對個師傅做嘅個臭臭嘅形象都簽起吼，假使想嚟食嘅朋友吼，自家伙下總來啦，來到呢個節目，日日來報名參加哦。冇唔錯，依家之中呢，等等睇自家來到啲特別嘅。比賽呢唔係重點，最主要係要來練一下人嘅膽量，互相交流，行下來識到好料理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